来啊，咱着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倒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羊。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65首，听堂圣神求你降临。咱三个用许多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这主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得岛进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谷。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
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三甲来用上帝话来启应。启应文50篇，也就是以赛亚书61章。启应文50篇，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失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做公义的树。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万国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学了你。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以后永远伫地上帝。你是圣洁、荣耀、权柄、能力、智慧。阮的心要因为你来欢喜快乐。你是阮的开力，是阮的石盘，是阮的关台，是阮的避难所。亲爱的主，感谢你伫世界顶的保护，洗清阮一切罪。感谢主，你极大的恩典，互阮会当对罪恶中得到拯救，互阮会当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互阮的生命会当不断互你更新甲改变，来宣扬主的福音，互阮的生命会当见证你极大无比的疼，来真做人的祝福。亲爱的主，你有教导阮，无论是甚物境遇，拢爱时常喜乐，不住祈祷，凡事感谢。帮助阮单单来仰望你，来听候你；帮助阮伫艰难困苦时，会当来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毋忙，毋忙袂得到见效。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将阮的国家仰望你，求你的圣洁、公义、人民充满运行伫阮的国家。伫阮的国家面临这极大的危机的时，面对对方的侵略。阮相信你的确要伫阮的国家来掌权，因为你是阮台湾的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的教会今仔日有68位的兄弟参加总会宣告160周年的纪念感恩礼拜。求你互阮有好的领袖，也互阮出日得到上帝你的看顾甲保守。也求你，也互阮的长老教会继续会当站在阮的国家社会的顶台。亲爱的圣神，你是保惠师，你是真理的灵，是荣耀的灵。求你用你的大灵来充满阮，互阮当活出上帝你的形象甲款式，互阮会当真做合上帝你心意的人，互阮会当对神来充满大样的欢喜、平安甲毋忙。阮颂赞学乐拢归乎你。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学了，带人退服牧者夫妇诗班，要用美妙主要素来颂赞。
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罗马书第5章第1节，既然咱对神受称作义人，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咱对神通过基督，通进入现在，得享受这个恩典，欢欢喜喜，望通分享上帝的荣光。若安尼，伫患难中，咱犹原欢欢喜喜，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望袂得到见效。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将伊的听灌入咱的心。以上，愿上帝赐予咱所读的话讲道，牧师所要传予咱信息是：有甚物好夸口？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通过你的听，互阮大家会当三自集做一伙，也互阮会当点伫每一日。阮超找你藏伫阮逐人生命中间的恩典，感谢你，互阮踮伫今早起，阮来到伫你的面前，读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神启示阮，帮助阮入捌你的道理，也帮助阮踮伫每一日，通活出你的荣光。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弟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踮伫生活中间为夸口的事，通常为代表咱的价值观。所以，咱敢有认真想过，咱定定为夸口啥物无？我毋知影咱到底踮伫生活中间为夸口啥物，总是踮伫侪侪所在，咱会看到，其实咱的国家也是咱的城市有侪侪价值观一直咧对人讲话，譬如讲。当101起好了后，逐个人一定会强调讲这是啥物？这是世界上界悬的建筑物。咱会人夸口讲，若是你来到伫台湾，你爱去看这个所在。啊，若是来到伫台南，咱会夸口啥物？啊，有足侪食的物件吼，有足侪食的物件，一定爱来台南才会上界好食。是咱咧夸口的事物背后，就咧代表咱咧想的代志到底是啥物？当咱夸口101的时阵，可能是咧夸口讲，你看，踮伫阮即个所在，嘛有一个足伟大，也是足悬的建筑物，咧代表讲，咱会当甲即个世界来车拼。啊，讲到食的物件的时阵，咱嘛会有一款会骄傲，认为讲，我咧讲台南的物件上界好食嘛，背后咧对人讲，住伫台南的人拢安怎，足捌安怎食的。但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咧夸口的，但是踮伫教会中间，咱嘛会发现讲，教会嘛定定会踮伫无注意的中间夸口侪侪事。有人会一直夸口讲，你看来到伫阮的教会中间，阮的教会起了真水。踮伫遮，阮嘛逐工，阮会当有欢喜的敬拜，阮会当有足水的礼拜堂，有侪侪人，是咱所咧夸口的物件，拢咧代表咱背后到底咧想啥物。所以，对于安尼，咱来了解到底今仔日咱所读罗马书伊咧讲啥物。讲到罗马书，咱真清楚知影，罗马是一个甚物款的所在嘛？罗马对于迄当时的世界来讲，绝对是世界的中心，绝对是全世界上界重要的所在。罗马的皇帝嘛会当讲，都是迄当时整个世界上界伟大的一个人，上界厉害的人，上界拥有权力的人。所以捌有演说家伊安尼讲吼，踮伫罗马城内面吼，你若是找袂到的物件，应该都无存在伫即个世界，因会当遮尔骄傲咧讲。所以住伫即个城市中间，住伫罗马城的人，因为夸口啥物？你看，我住伫遮，我足好诶吼，我足有财富诶，我足有成就诶，我会当有足侪的荣耀。敢若亲像讲，
住伫罗马，就等于是拥有全世界。所以咱要有这个了解，来进入到伫罗马书内面。保罗踮伫罗马书，伊一个人讲：我诚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以及耶稣基督的仆人。请咱注意这项事，敢若踮伫罗马书内面，伊两个身份拢讲出来。伊强调，伊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也就是讲，伊咧夸口的身份是这个呢。伊咧夸口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以及耶稣基督的仆人。看起来，使徒敢若拥有特别的上帝所赏赐神圣的权威，但是另外一方面，伊阁强调讲，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伊大概知影，要面对徛起伫罗马城内面遮的信徒。伊必须爱用一寡方法来甲遮个人对话。伊咧写罗马书的时阵，其实保罗还未去到伫即间教会，但是已经熟悉踅踮伫即个帝国中间受到耶稣基督选调来军队伊的人。所以，即封书信伊要表达的是搁一摆鼓励住伫即个处境、住伫即个城市内面的人。认捌福音来结出美善的果子。总是咱想，对住伫罗马的人来讲，什么是福音？那是照他多所讲的，这是一个世界的中心，这是一个拥有济财富的所在。对罗马的人来讲，到底什么才是福音啊？应该是会当互我赚大钱，爱互我得到成就。爱互我事事拢顺利的，迄只叫做福音。所以因认为的福音就是安尼。若是安尼，救主对因来讲是啥物人？真简单，救主对因来讲就是罗马皇帝。若是即马你甲罗马的人讲，哦，恁爱来信耶稣基督，因可能袂接受。等于保罗咧因讲。你爱来领受福音的时阵，因心内的一直咧想的是，阮爱来，安尼应该是敬拜罗马皇帝吧？只要敬拜罗马皇帝，咱就会当事事得到顺遂。咱敢有感觉？其实经过2000几年来，这个社会无偌大的改变嘛。踮伫罗马是安尼，踮伫今仔日的世界中间，敢毋是共款？逐个人拢一直咧追求，想要拥有世界全部的权力，总是拥有了后，敢真正就较好吗？根据历史的记载，第1世纪罗马总共经过11个君王，经过11个君王，其中有7个人毋是互人杀死，就是自杀，敢若4个人吼。敢若4个人是安然会当告伫伊离开，这敢毋是互咱感觉真特别吗？明明应该是拥有济权力的人，却成做整个世界上界无平安的迄个人。原本应该爱伊拥有足济足安全的，但是却逐日都咧面对讲别人要甲伊杀死。到底踮伫即个处境中间？人所要夸口的是甚物？是夸口我会当有遮尔济吗？无论过甲偌尔繁华，过偌尔有财富，其实背后所代表的是贪心。伫咧比较甲竞争的背后，却带来的是暴力。规个城内面并无福音。这是罗马皇帝，但是咱爱来看。对一般人咧，一般人因咧夸口啥物？因咧夸口的是，我属伫倒一个家族，我属伫倒一个团体，我属伫一个足勇的家族，安尼我的身份会较好。我属伫一个足好的团体内面，嘛代表讲，我安尼过了袂歹。所以，逐个人是通过别人来定义家己。
每一个人拢是通过身躯边的人，哦，这是真好的家族，真富裕的家族，也是真好的团体来定义这个人的身份。安尼，咱就会当了解犹太人咧夸口啥物啊？犹太人咧夸口讲，阮是犹太人，哦，阮夸口律法，所以阮是一阵特别受到上帝敬调，甲上帝有特别关系的一阵人。这就是犹太人咧夸口的事。但是会记哩无？保罗来到伫罗马，伊宣讲一个上界重要的信息是啥物？咱每一个人是因为信，通互上帝称作义嘛？敢毋是？咱每一个人是因为通过信，甲耶稣基督建立和睦的关系，照着信，咱会当活伫稳定的中间，所以欢欢喜喜。台语这个译本讲分享上帝的荣耀，古早的复合本来讲夸口上帝的荣耀。所以咱是照着信，通甲耶稣基督建立和睦的关系，然后会当夸口上帝的荣耀。这是保罗为虾米讲我是使徒，我是仆人的原因，因为毋是外在，乃是咱互上帝所拣选，照着信，才甲耶稣、才上帝建立和睦的关系。这是保罗咧对抗的。若是安尼，整个读落来，咱就会发现讲，到伫今仔日咧台湾，咱共款面对这个挑战。这个挑战恐惊完全无离开过，咱犹原活伫一个充满竞争甲比较的文化下面。逐个人拢一直想要找，哦，我会当夸口啥物，我会当赢过别人啥物。2礼拜进前，咱国中考高中的会考结束了嘛？国中考高中的会考结束，我看到一份资料，大家县市统计相关的成绩。伊讲全国的囡仔吼，都是今年国三咧考高中遮的囡仔，全国的囡仔大概有9.5%，9.5%摕到有 A。有诶，就是大概上好的这个成绩，全国9.5%，新竹有偌济，恁知无？踮伫新竹有20%，踮伫新竹有20%的囡仔摕到有 A， 所以即马变成啥物情形，咱知无？所有囡仔来，所有囡仔拢足优秀，所以毋知影即马要安怎分啊？结果我看到一个资料，踮伫庄脚的囡仔咧庆祝啥物，咱知无？踮伫庄脚的国中，因咧庆祝的是今年，阮全部国三的学生去考试，无一个人有 C， 这有严重无？咱有感觉这个社会出啥物问题无？踮伫新竹。20%的人全部拢有 A， 大家人拢感觉哇，安尼大家人拢要去遐读册。但是踮伫偏乡的国中，刚才咧庆祝的，就是今年所有囡仔去考试，无一个人有 C。伫这个社会现象的背后，咱会当看出啥物？重点敢是囡仔有差？敢是住伫城市的囡仔会比住伫庄脚的囡仔都较厉害吗？咱可能所看到的是，每一个所在所拥有的资源完全无同款，所以这个成绩出来的，咧处罚的是啥物人？咱知无？这个成绩出来咧处罚的是送叫你的爸母，互你要住伫庄脚。送叫你的爸母讲，你要走去庄脚，这背后会带来啥物问题？咱知影无？袂有医生愿意到伫庄脚去，袂有成就好的爸母愿意要去到伫庄脚，因为会认为讲，
住伫一个资源相当欠缺的所在，我的囡仔都一定会比别人搁较歹。每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拢咧表达的是，到底咱咧夸口啥物？咱所看重的是啥物？咱已经真惯势，夸口看会到的成就，看会到的荣耀。但是当咱有当时佫听到讲，一寡真特别的人，愿意牺牲奉献，到伫弱势的所在，到伫偏乡的所在，咱听到的时阵，心内底咧想啥物？都是歹歹手，然后迄甲我无啥物关系。我继续行伫即个社会，互我的价值观。我就是要赢过别人，我就是要过了比别人佫较好。人继续咧追求整个社会的价值，但是这敢真正有较好吗？庄脚的囡仔是安尼，但是是都市的囡仔咧。伫都市的囡仔愈来愈操烦，整个家庭每一个父母教囡仔，逐个人拢咧烦恼，家己无法度甲别人比，囡仔所承受的压力嘛愈来愈大。所以有当时定会听到的是，青少年因为无法度面对即份心灵的压力，逼到因选择自杀。类似的现象，踮伫咱的社会中间一直咧发生。咱必须爱问，到底踮伫即款的文化中间，咱会当安怎搁向前行落去？当然有人就会讲，无咱就是应该爱来阻止即款夸口也是竞争的文化吧。但是咱想看卖讲，真正有可能吗？你要禁止是无可能的，因为逐个人拢认为，就算讲即条路有问题，但是嘛无人敢讲我要选择另外一条路，因为逐个人拢安尼行。保罗所选的就是另外一条路。咱爱学习用福音去定义你的生活，用福音重新去定义你的生活，以及塑造你家己的生命，也都是活伫一个受到压迫的世界中间，永远拥有一个超越的思考、超越的想象，知影讲咱是属耶稣，并毋是属这个世界。最近一个旧约真出名的学者布鲁格门过身，伊老济真重要的著作，我必须讲，若是恁看我写足侪诗，就是这个旧约的学者影响我的。伊写一本真重要的册，叫做《先知的想象》。伊形容讲，整个世界已经受到一个真固定的压迫，互人感觉无法度喘气啊！所有代志都是干那会当安尼行。所以这个旧约的学者讲，咱只有重新转到圣经的中间，通过诗的想象力去挑战现主时这个文化。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写文章拢讲甲真死，拢已经写死啊！咱就是照着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在行，但是诗咧代表的是啥物？诗咧代表的是一个想象力，是一个咱对上帝遐所得到新的气力去超越现主时的现实，这是伊所咧讲的。所以，咱当到每一位兄弟姊妹，当咱军队耶稣基督。当咱搁一摆认捌圣神的启示甲塑造的时阵，咱重新的扭转咱原本的文化，咱夸口看会到的物件，但是现主是保罗邀请咱去面对的是夸口讲，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也都是因为安尼，踮伫一摆甲一摆的困苦甲打击的中间经验。到底什么是福音？保罗伊家己非常清楚，因为认捌耶稣进前的路就是共款嘛，就是一直咧追求遐会当夸口的事，是我比别人搁较厉害，我会当逼害基督徒，
我会当踮伫宗教的体制中间得到权的位置。总是当伊认捌耶稣了后，伊生命有一个真大的转变。若是咱讲保罗咧形容伊家己的一生，我感觉咱会用软弱来形容。保罗咧面对软弱这件事是非常清楚，因为伊知影踮伫过去的人生中间，追求遐个看会到的物件，伊想要夸口家己的眼光，夸口家己的能力，通赢过别人。但是当认捌耶稣了后，伊面对的是一个软弱的人生，重新学习去夸口家己的软弱，为着福音的缘故受到鞭挞，互人关押，失去自由。无论安怎看，这拢敢若是一个戆人才会去做的代志。但是这敢毋都是咱的信仰吗？咱拢有足侪方法，咱拢有足侪策略。咱拢有足侪即个世界价值观所对咱讲的，但是咱敢有认真、定心去面对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吗？我甲青年咧对话的时阵，我常常问因讲：，若是恁认真咧选，恁想看觅；，若是恁认真要选一个神，恁敢会选耶稣基督？当然，踮伫教会聚会的人拢会一直点头。但是我拢会阁继续讲，你好好想看觅，你真正要拜一个神，你会选耶稣基督哦？这个青年慢慢想话，才想讲，敢若有理。因为你若是真正照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你会选的神是一个什么款的神？当然爱选一个足勇壮的嘛，爱选一个看起来足厉害的。会当互一切拢足顺遂的迄个神，对。但是耶稣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耶稣是软弱的上帝。耶稣就是软弱的上帝。耶稣就是迄个互人钉死踮伫十字架，然后钉死的时阵，伊所培养的人全部拢离开伊的上帝呢？咱敢有认真想过这件代志？咱所咧敬拜的耶稣基督，毋是迄个勇壮的想象，是迄个破碎、受伤、软弱的想象。都是因为安尼才有意义，都是因为安尼，咱才会当去面对咱的生命中间确实有失败，咱的生命中间确实有侪侪挫折，有侪侪意外。都是因为安尼，咱才知影踮伫每一摆，咱面对无法度阁继续行落去的时阵，耶稣基督甲你行同款的路。这是一位永远甲人同在的上帝。所以保罗踮伫遮才会讲，踮伫患难中间，我犹原欢欢喜喜，因为患难会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盼望，盼望袂至到见效。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将伊的疼灌入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伊所咧夸口的是我的软弱，伊所咧夸口的是我的困苦，我的患难。但是踮伫每一摆患难的中间，我学习到怎样忍耐阁向前行。踮伫遮个忍耐中间，渐渐伊感觉到我愈来愈老练啊！迄是一款生命品格的老练，然后生出真实的盼望，软弱成做真实的福音。面对罗马遮尔大的帝国，面对逐个人拢咧夸口好看会到的成就的时阵，软弱成做真实的福音，都成肉体耶稣基督，才会当成做咱生命真正的拯救。所以我会讲的是，咱踮伫这个充满竞争、充满侪看会到价值、
一直拢咧夸口遮个事的社会中间，上界重要的议题是，咱敢有愿意相信，家己的性命是上帝所拣选的？咱敢有认真相信讲，上帝拣选咱，为着要使用咱，无论去到伫叨落，爱咱完成伊所托付予咱的使命。尤其搁较重要的是，上帝为拣选的是，这个世界看起来软弱的人。上帝为拣选的是，这个世界所看起来软弱的人，也都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这也都是咱今仔日总会踮伫凤山咧庆祝宣告160周年上界重要的意义。咱所咧讲的是160年来，踮伫台湾这个土地顶面，上帝拣选济软弱的人。咱并不是伟大的人，咱不过就是软弱普通的平凡人。总是咱愿意跟对主，愿意面对着为着福音的缘故，踮伫济患难，踮伫济忍耐，生出老练，生出愿望，为着要见证耶稣基督的疼。这就是咱160年来所累积的故事。嘛，通过每一个人受上帝拣选，咱会当看见上帝的奥秘。咱的教会徛起点伫遮，咱纪念巴克的牧师。巴克的牧师和平一城的故事，是大家人拢真熟悉的。总是嘛，踮伫最近我读阮同学，我一个同学是台神的老师，伊咧写生育中间女性的领导的时阵，我看到伊咧记载我较无熟悉的故事，就是原住民的故事。伊咧记载讲，踮伫太鲁阁族内面，也有类似甲巴克的牧师类似的故事。伊讲伫迄个时阵，同款日本军要接收台湾，太鲁阁族伊非常坚持要来对抗日本的军队。就踮伫日本的军队决定讲要用武力来将这个族全部拢灭去的时阵，上帝同款拣选人，成做和平的使者。总是无同款的是，踮伫太鲁阁族内面，上帝所拣选的是女性。伊拣选一个女性，咱若是较年长兄弟姊妹可能知，这个女性就叫做吉旺。这个女性就叫做吉旺，伊带来和解的信息。吉旺本身是一个软弱的妇人人，然后生了阁真细，一个软弱的妇人人，但是真特别，伊会当讲台语，会当讲因的族语，嘛会当讲日语，所以照着安尼，和迄当时共款日本人想要将所有族拢灭掉的时阵，免起遮的战乱，带来真实的和平。但是，就算讲是安尼，吉旺对双方带来真大的贡献，但是伊的人生中间也一直面对失败，特别伊有3段的婚姻全部拢失败。济人甲伊结婚是因为伊就是一个带来和平的人，所以有人因为这个名选择要甲伊结婚，但是背后所要爱的是，通过这个名背后会当带来济的利益。到伫伊面对着婚姻的失败、性命的软弱的时阵，伊拄着一个人叫做李水车，水车传道，伊分享福音的信息，伊领受福音嘛。所以踮伫遐，伊领受福音，对迄当时开始，伊夸口耶稣基督的拯救。后来，上帝佫通过见证大神的院长孙雅各牧师来号召吉旺，到伫圣经学校中间接受造就。一个看起来
已经年老，佮软弱的富人人，但是认真学习上帝话语，敬虔服侍。到伫今仔日，咱会讲，伊正做原住民信仰的老母。上帝拣选一个软弱的人来完成伊家己的工作，互咱所知影，咱爱夸口的是耶稣基督，毋是咱家己。孙雅各牧师安尼讲，孙雅各牧师伊讲吼，恐惊逐个人拢会基本讲，将亲像即阮安尼的富人人送到伫圣经学校来读册，这毋是一个真好的办法吧？因为对各方面来看，伊毋是一个上界有愿望的学生。看起来，伊已经要去读册的时阵，已经我要60岁，身体嘛无偌健康，过去嘛毋捌受过虾米款的教育。所以孙牧师讲，若是照咱的看法，应该袂选这个啦。但是伊阁继续讲啊。孙雅各牧师阁继续讲，但是踮伫台湾，甚至是任何一个所在，将来毋捌有一个人，互主上帝所使用，伫短短的时间内面，会当亲像伊带来遮尔大福音的果效的。上帝所拣选的，超越过咱的想象。第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到底踮伫咱的生命中间，爱夸口的是甚物呢？到底咱所要夸口的是甚物？是咱看会到的事吗？也是真正重要的是，咱是软弱的人，是面对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咱都是一直咧面对讲是，逐个人拢安尼行，咱到底要安怎才会当行另外一条路？都是踮伫这个冲突甲软弱的中间，咱重新去知影讲，我应该爱夸口的是啥物？我爱夸口的是，上帝拣选我一个遮尔软弱的人，互我会当踮伫伊所定着的位置顶面，正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无论上帝互我有啥物款的恩赐，我会当做，就是归因光伫伊。咱所会当夸口的是，咱是跟对耶稣的人，所以伫面对着整个世界帝国影响的下面，咱愿意行一条充满想象的新的道路，是照圣经的话语来行的路，踮伫患难中间，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愿望。因为有愿望，咱袂至到见效。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咱咧见证的是圣神的疼。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有甚物好夸口？拥有了财富，拥有了名声，拥有了成功，却失去了，有啥物好夸口呢？烦恼的患难，锻炼出忍耐，塑造正老练，亲信有愿望。看起来失去，已经得到，有甚物好夸口呢？手牵手，心连心，相逢的所在，光照的所在，好好的所在，清奇的所在，有甚物好夸口？只有基督，只有稳定，只有圣经，只有信心，只有上主的荣耀。咱唯一会当夸口的是，咱是倚靠主的稳定，踮伫每一日向前来行，一切拢是为着主的荣耀。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正做咱的回应，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咱一个吟就好。
求主经你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经你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经你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经你信心来充满我心。赞我真心感受你回这个主爱，求主真爱充满心内。赞我真心感受你回这个主爱，求主真爱充满心内。你有这在乎，也有可名声。有成功，有失去，有啥通看靠？目含落的患难，团练出忍耐。有塑造正老练，亲心有毋忘。看那亲像失去，却已经有得到。这哪有什么通看靠？看那亲像失去，却已经有得到，这哪有什么通看靠？手牵手心连心，伫上困所在，更少个为好好是清气个事，有什么通看靠？只有主基督。只有上主恩典，只有主圣经，只有看靠基督，只有看靠恩典，只有看靠圣经信心，只有看靠基督，恩典圣经信心，只有看靠上主应要。同心来祈祷，主基督，阮感谢你，拣选阮通成做你的囝子。你拣选阮每一个软弱平凡的人，总是因为你看阮做义人，你愿意甲阮每一个人建立和睦的关系，阮会当勇敢向前来跑走，阮会当不断夸口。上帝你的作为，夸口你的恩典、信心、圣经，阮一切拢是为着上帝的荣耀。愿你的神，愿压点伫阮逐人的心，互阮勇敢向前，互阮会当所做一切，互你通得到荣光，得到高举。你的罗卜，你的使徒，踮伫你面前。阮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咱即礼拜圣经学堂，咱会做伙读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20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好今仔日头一项今仔日张干牧师带队吼，咱总共2台车，68人做伙到伫高雄凤山体育馆来参加咱总会160周年纪念礼拜，请咱也为着因的行程顺遂来带到。好搁来第2项，咱会踮伫8月初3父亲节感恩联合礼拜中间来举行洗礼更新礼。报名的日期，如果你有意愿要领受洗礼也是更新礼，会当欢迎咱会当踮伫即个月中间来报名吼，请咱来注意遮个时间。好，搁来咱后主日，咱教育部有办教育游踪的讲座，欢迎咱会当继续来报名参加吼。好踮伫101教室肖老师的这个摄影展也继续咧进行中吼，所以欢迎咱会当邀请朋友做伙来欣赏。我看肖老师就认真咧，伊逐工拢踮伫遮咧做导览吼。好，搁续来咱的协会，咱教会，咱嘛协助中华基督教病院踮伫因的迄个博物馆内面有即个展览，所以咱若是有去到伫中华，到伫中基。伊踮伫迄个因总院后面迄个古早的礼拜堂，就是因的文史馆内面，咱有一个展览吼。咱拢会当，如果有去到去中基，会当特别过去看即个展览。即边咱协助中华基督教病院修复咱台北爸仔囝因的侪资料。遮个资料包括着讲有迄个出世的证明是结婚的证书，以及小兰医师家己迄个灵修的笔记，以及伊演讲的资料。所以咱替中华基督教病院来办一个展览，望咱嘛当分享互中华的朋友，邀请因去看遮个故事。好，搁来咱顶半年度的过价簿册检查吼，请咱会踮伫7月13甲20两个主日会来进行，所以嘛请咱的团契甲机构来备办。好集体关怀的消息，咱来恭喜吼，咱恭喜顶礼拜6月初7结婚的俊贤甲佩君，俊贤甲佩君伫即边吼，来俊贤跟佩君，甲因恭喜吼。好过来昨结婚的明志甲心仪，来请伊站起来。好因两边是亲情，因两边是亲情，迄个俊贤是心仪的表哥，所以我在讲，这个月卢家有点忙，所以甲因恭喜吼。好，咱嘛继续为着献乡兄因的家族来带到吼。咱踮伫11已经举办献乡兄一个别礼拜，所以今仔日子语踮伫咱中间，特别咱兄弟姊妹细声，愿咱踮伫祈祷中间继续来为着因的家庭来带到吼。好，搁刷来泰川兄、柯泰川兄弟，这是家庭团契总太兄的兄哥吼。伊踮伫6月初9民主稳调，来定伫即礼拜拜5。9点踮伫殡仪馆2号入殓室举行纪念礼拜，下晡2点踮伫咱伊丽莎白纪念礼拜堂来举行告别礼拜，愿主来安慰慰祝吼。泰川兄的太太惠珠姐伫后面吼，咱嘛继续为着因的家族来关心甲带到吼。好今仔日来介绍咱特别欢喜咱台南区退休牧者夫妇的诗班来到伫咱中间。来遮献诗，所以欢迎因来到伫咱中间吼。感谢主的恩典保守咱，互咱踮伫年长，但是犹原有体力，会当继续来服侍。好今仔日阁有一位对中华来的朋友柯鸿英兄弟伊经过来到伫咱中间做礼拜，欢迎伊。好，安尼我做以上遮的报告。咱大概读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2解，我先来读1解，然后咱做来读2解。
既然咱对神受真做义人，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罗马书第5章第1节。好，咱做伙来。既然咱对神受称做义人，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罗马书第5章第1节。好，搁一解。既然咱对神受称做义人，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罗马书第5章第1节。好，来上营三甲的吟圣诗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万灵的大真该孝尊，罗罗亚萨小瓜最宽最我中不将你望宽，阿罗星星感化最近修苏灵的。无归之心，阿罗心悲心家心心，三义兄弟即心即情。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谢谢。